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这干嘛呀？长着眼睛出气的，不会看人啊？不是，刚才确实没看见。哎，看你有点眼熟啊。谁跟你眼熟呀？我还会认识你？哎，不是，你是不是芳姐呀？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叫芳姐呀？我妍希呀，高中同学呀，你忘了？妍希啊，你瞅瞅，怎么了？哎，还真是像妍希呢。啊，你看以前那多瘦劲的一个小伙子，你看你现在怎么长得这样呀？这不是吧？这人到中年嘛，那肯定就发福了嘛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在这里拖起地来了？想当初你可是我们学校的这个呀，不是，现在就混成这个样子。不是，是这样啊。这今天我们公司那个保洁李叔知道吧，腰闪了一下，干活的时候，我让助理送他到医院去了。我闲着没事就把办公区的地拖一拖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子了。你扫地就扫地，做保洁就做保洁，我也不会笑话你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咋这么多年呢？你这说话怎么还是这么尖酸刻薄呀？啊，这风凉话说的一道一道的啊！啊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进去面试了啊！啊，老板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是吧？那李叔送到医院去了吧？啊，送到医院去了。没什么大事吧？啊，没什么大事，就是要在医院观察几个天。观察几天是吧？那你这样，那你每天呢，就是上下班的时候，你帮忙去看一下，好吧？嗯，好。这几天呢，我工资给你翻倍，好不好？好，行。行，那行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你去吧。哎，小梅，我问一下，你刚才叫他啥？叫他严总？是啊，他是我们公司老板呀。是你们老板？嗯。哦，好了，我知道了。老板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你现在去忙吧啊。你看，妍希，不愧是我们当初的学校的这个现在做大老板的，真的是看起来跟当年不一样的啊。不一样啊。是的，你看，这就是有老板的范儿啊。啊。你看，你现在是老板了，你看我这个面试就不用直接面试了呗，你直接给我录用那就可以呗，一句话的事。我本来想插话的啊，我看你这一直在那说呢，我就想让你呢先尽情的表演完。你这还是跟当年一样啊，这翻脸跟翻书还快，知道吧？啊，是不是啊？知道我是老板了啊，现在又是一个样啊。刚才不知道是老板了，你恨不得把我打发去扫厕所了是吧？当厕所所长了是吧？啊，没这回事，哪有这回事呀？啊，是这样啊，这个入职呢，我估计你今天入职不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工厂呢，实话跟你说，都是老实巴交啊，干实事的员工啊，好吧？如果就你这种性格进来，是不是？你到时候指不定把我工厂的员工欺负成什么样。但是作为是吧老同学来说呢，是不是？你既然来到我这个城市了，是吧？来到我公司来了，对不对？